就是这儿，整个古镇性价比最高的客栈。看来咱们来对了，办得不错。我上去搬行李去啊！小伙伴们下车吧。丽丽，下来吧。大飞，我帮你接下来。好，来。我来，这个，这儿来。要帮忙吗？你把这个拿。哎，丽丽，把这个重的给我。我帮你拿吧。没事，你去开房。哎，提前预定了5间房间，这是身份证。要5个身份证啊，还是3个？心月，阿培，我身份证丢了，我给你复印件行吗？不用，那个有。我的。你脸上有东西啊？你把我身份证给我。不要你凭什么拿我身份证？不要摸来摸去的。你给我！哎呀，不要倒打闹。没事儿，还给人家吧，别闹了。听到没？啊，好吧，来，那你猜哪个手？猜对了给你。哎，你俩秀恩爱回房间去好吧？我看不下去了，我要先走了。你是无赖吗？猜呀，哪个手？猜对了给你。我猜个屁！把你拿出来。笑什么？我女朋友。拿出来。哎，服务员啊，你们这酒店的装修挺特别的呀，这属于什么风格呀？不是风格，是风水。海参，说了你还不懂。boss，你的房卡还有小孩身份证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那2个箱子你拿一下。嗯，好。什么风水？讲究啊！啊，哎，你们现在是旅游旺季，怎么没客人呀？哎，我说，让你们用普通的价格享受 VIP 的包场服务，你还要咋？难不成你自己再给加点儿？啊不，别加呀！我说这怎么这么优惠呀？因为这里比较特别。欢迎来到佳明客栈。来，你俩的房卡。来，我带你们走。好。随我来啊！啊，慢点啊！这里。来，我们到了啊，里边请啊！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地方年久失修，本来一直说要修的，还没来得及修。哎，你这个古宅真是古的可以啊！是啊，这不是《红楼梦》里说的那个超水楼兰吧？黄昏看不清风景，白天的景色一定是不一样的。等月亮出来了，本店更不一般。什么不一样？一旦停电了，月亮是本店唯一的节能灯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呢，一到晚上，各种野生的宠物都出来了，像什么野猫啊、野狗啊都不算啥。你遇到本店的野生四仙，那才是本店的特色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野生四仙啊？像什么黄鼠狼啊、狐狸啊、刺猬啊、蛇啊，这是本店的精品宠物。如果你们能遇得到它，那算你们抽了幸运奖啊！而且我们老板交代过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随便领养，就当本店的免费大礼包。谁要领养这种东西啊？我最怕这个了。剩下你脚下有条蛇。你不用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谁让你管？在新月看来啊，你可能比这四仙更可怕。阿培说的对。哎，里边请，我们到了，这里，楼上请，走。
来，夏夏，我来，我来吧。哎，你来吧，我来帮你吧。你来吧，给你吧。你来不来嘛？哎，你们大家一会儿收拾一下，楼下集合啊。琳琳，有件事儿我想问一下，你跟小天儿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别提他了，我也不太想说他。啊，是我把你们叫过来的。我希望你在工作的同时，有一个开心的旅途。所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，我会支持你的。谢谢啊，凯文。那我先进去收拾了。行，你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大堂集合。嗯，好。我是她的男朋友和未婚夫。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男朋友。行，我也不是她男朋友，怎么地吧？可能分开时间有点长，有点生疏。豹子，干嘛呢？屋里太阴了，出来透个气。想什么呢你？我问你，你觉得金小天这人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不过照你差远了，不是一 level。我觉得，虽然他平时调皮点儿，但是自从他的加入，帮了我们不少忙。那倒是。又是反碰瓷儿，又是抓小偷的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他跟丽丽不像男女朋友啊？啊？哎，你没发现丽丽老是抵触他？不是，你想问什么呀？问你，你觉得我有戏吗？我知道你想什么呢。我提醒你啊，不管他们俩是不是，但在这次旅行直播中，他们俩必须得是。如果没他了，咱们这旅行直播就没情侣了呀。我知道。哎，你这边没什么事吧？没有什么事啊，别随便进我房间啊。知道，就提醒你把门窗关好了啊。我知道了，那你走吧。哎，干嘛呀？让你不要随便进我房间，快出去！你镇定啊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，你能不能出去？是我有点担心丽丽，是我把她叫过来的。这刚刚旅行开始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那后面还不知道。我刚刚查到一家土菜馆特别好，咱们去吃饭吧。好啊，走。你这样，来，干嘛？你把手给我。是这样的，你现在头顶正上方呢有个蛇。你以为我真信他们说的野生4千啊？你当我傻呀？你往上看一眼好吗 ？OK， 但是要镇定，好吧？答应我。丽丽，哎，行了，真的假？哎呦，别吓着他，他马上拍下来啊！镇定啊！别大呼小叫的啊！这是真的啊！快张嘴了啊！怎么办？真蛇假蛇？干嘛？拿着，防身用。防身？对啊，因为我要打他呀，我没那么残忍。小女儿啊！
他呀，那个蛇比较喜欢听歌，你要不然你唱首歌给他听听，他也许能好点。哎，好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你把垃圾桶拿过来。你还能行吗？你，哎呦，还够肥的。丽丽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来到一条蛇。什么？真的蛇啊？真的是。这旅馆里还有蛇呀？小心点啊！你怕它干嘛呀？蛇多好，一会儿咱们到饭店正好夹道菜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吃。就是蛇这么有灵性，怎么能吃呢？不是那怎么着还放了不行啊？当然放了啦。对，小天说的对，把它放了。既然没事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走。你们去吧，我不想吃了。走啊！我刚查了这家店，很不错。快走吧，我都饿死了。真没事儿，我有点累了，不想去了。你们去吃吧，啊。你一个人在房间不害怕？这蛇该抓都抓了，一会儿把门窗锁好，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小天儿，要不然你留下来陪他。没事，不用，你快去吧，啊。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有事打电话。知道了。干嘛？哎，你给我系上，我现在没手。我还帮你系上。